我们加工业者本来就是政府强制执行 HACCP 这个政策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所以所有的生产的过程，还有进场的原物料呢，都是会上传到卫福部的网站，所以都会公开透明。那未来当然也绝对会配合政府做产品的原物料的标示。活体毛猪在运到那个肉品市场之前就有那个防疫单位不定期或是定期的抽验，到我们肉品市场来，我们也有兽医师把关所以我们感谢各位对肉品市场的那个关注，而且我们肉品市场是很注重这个食安的问题，所以我们替他一个把关。进口以后，当然我们一定会加强那个稽查跟抽验的，看业者有没有如实去标示这样子，就如果有违法，就是依法处办这样。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明年美猪将开放进口，台南市政府在国产肉品选用的工作上不遗余力。先前我们看到了在卖场、百货、市场等市府都严格要求要标示肉品的产地及不定期稽查莱克多巴胺的含量，保护市民食的安全。而肉品工厂的肉品选用也是稽查不可或缺的一环。黑潮牌为台南在地肉品品牌，深受许多人的喜爱。黑潮牌也宣示将与台南市肉品市场合作，继续选用国产上等优质猪肉，用品质来抵御外来的冲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因为我们对于含瘦肉精的猪肉的问题，我们是非常高规格的对待。除了有品牌的这些猪肉以外，猪肉的加工品也要去注意。原本就是有分各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生产，第二个层次是加工，第三个层次是消费，包括餐厅的消费跟家庭的消费。所以说，我们去看过了市场，去看过了团膳，去看过了这个学校，能够这个宣导他们不能够使用含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肉品。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加工的地方，黑潮牌是国内外知名的肉类加工的制造商。所以我们特别来看一下他们的如何去检验含不含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肉品。那加工的时候如何建立消费者的信心？那未来呢，台南市政府在这个人力上还有经费上会充分的供应、充分的支持，加强查缉的力道，包括市场、包括学校、包括团膳，还有包括加工厂。我相信这个部分我们绝对是高规格、严肃来面对这事情。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今日欢迎收看10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客家区落闸事件引发地方关心，对此议会嘛强烈监督。拄啊伫大会决议成立专案调查小组，上午嘛特别召开专案报告，议员拢踊跃出席发言，希望一定要依法严厉处分，幸福地方清气的环境。客家区落闸隐瞒案的专案报告一开始嘛，因为代理市长出席的副秘书长坐无偌久特别离席，引发议员强烈不满的插曲。会中议员纷纷表达，该案对104年到今是数十万落闸隐瞒农地严重违法，一旦罚到300万呢，竟然到目前环保局只有罚上加7万里，认为已经影响社会观感，冲击市长甲台南的形象。那么考虑了社会对我们的观瞻，罚7万字，罚7万字，想要大家讲咱市长甲民乡镇交结，较多咱环保局家己报告过，99年以后就袂当搁伫农地大屠杀过去卖讲，结果安怎？咱市长敢若考虑了颜面积、深度数量叫看叫清楚，无考虑着百姓的观瞻对咱市政府的看法。你们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状况，未来可能还是会发生。那如果我们只开罚一次7万2，甚至我们农地非农用开罚6万块结束，我觉得这样子没有办法服众。我即摆要讲就讲，比如一个小的案件，一般的百姓，
伊拢一块土地租人，结果伊互偷盗，我们环保局就马上去处理了，要赶快处理了。那么这个案子这么大，又这么久，又闹到现在，我想咱市政府家己原来爱检讨一下，卖互伟泽背着这个这么不好的名誉。我靠，他拄啊，咱的同事讲啊，拢是伪造，所以讲为着卖互咱的市府，互对外无好的观感，我认为咱所有遮相关的局处，咱一定爱用心去把这件代志处理好。我们可以体谅民众的社会观察，可以体谅吗？我想104人的案子，拖到现在几年了，再在今年爆起来。而且它的范围非常的大，影响非常大。你想社会观感会很好吗？这不是体谅的问题，这是在第一线执法的一个问题啊。虽然间拢是伫县林局处长任内发生，毋过就是爱收煞改挂承受。对此，主要权责单位环保局长表示，有违规使用并无按好，该清的清已经限期180天来完成，目前清除进度超前。的态度就是。它该清的，我们就要求它清，不管是农地，不管是公益用地。但是公益用地的部分呢，还有一些需要厘清的。那这个部分，我会跟经济部工业局这边会同之后呢，再进一步了解。倘若说它确实有违规使用的填满这样情形下，我们要清还是要清？家伫客家当地居民甲环保团体关心，议会强烈监督，加上地检署已经针对回填农地土壤甲地下水较受污染，以及罗早该当代伫港区土地定质疑概率调查，希望幸福当地清气的环境。台湾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109年全国二中杯倒球比赛在4号开始伫南投县顶场，咱台市会嘛特别举办授旗仪式，由二中郭信良亲自授旗，予代表队队长蔡耀辉，预祝台南的代表队会当顺利拿下团体组的冠军。台南市议会倒球代表队14日将前往南投参加109年全国二中杯倒球锦标赛。议长郭信良特别为代表队授旗，有朝因会当旗开得胜。这一次呢，全国正副议长桌球锦标赛在南投举行。那台南市呢议会已经多方的努力，我相信这一次会拿更好的成绩，比往年更加的这个绩效和成果来回馈。让台南市民知道，我们台南市议会不但呢议事认真以外，将整个的健康活动和体育活动也都是一级棒的，那会呈现最好的成果给我们台南市的乡亲。在授旗记者会上，代表队队长蔡耀辉甲议长郭信良，更是提出一人25000，总共5万的冠军奖金，要来激励代表队的士气。咱希望啦会当得顶。阮议员当然我做队长爱提一个奖励啦后得顶的来我奖金啦，好不好？我是我议员这款其中有190万。总冠军的话，原则上我蔡会2万5，我会2万5，那就5万作为我们的奖金啦。今年的全国二中杯倒球锦标赛由南投县议会主办，比赛时间为10月15号、16号2天。代表队成绩究竟如何，就等待16号东港揭开。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目前正是关岭温泉美食节，吸引侪民众去体验。其中有一间温泉度假村的员工人数，依法并无规定爱经营身心障碍员工，不过头家却相当的甘心，认为会当聘请身障劳工，这款的付出是件快乐的代志。位于白河的温泉度假村，除了内部环境优雅舒适，备受消费者喜意，因的头家嘛做大心，因为多年前受重伤，会当感受身心障碍朋友所受的苦，所以目前园区30位员工依法无义务来经营身障朋友，不过伊却一口开车4位，认为当付出是件快乐的代志。你这个讲起来，我18年前因为工作在警大工作的时候，有受过很严重的伤，
那么那一次的伤让我深深有一种感受，一个人在受伤那种心境，会体会到人跟人之间，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如果能够给对方一种支持，他一路走过来，他会慢慢的在成长。来这里的员工大部分都表现得非常好，就是当成自己的小朋友，他在这里上班，注意他们的安全，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成长，能够有一个快乐工作的环境。因为基本上他们是很单纯的一个好的员工。其中新庄员工陈文祥目前得安排担任园区的电动车驾驶，对着有稳定的头路相当感谢。这边同事都很好相处啊，然后我们老板也很欣赏说，让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工作这样，然后这样工作效率会比较好，然后就持续做下来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公司人才会蛮好的，才有人就会很老。那我想给身障朋友一个工作机会，就帮助了一个家庭，特别是他们也设计了依照身障的朋友的障别，适才适所安排适当的工作。那我想各位事业单位朋友，如果愿意给身障的劳工一个机会，那我想对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根据了解，虽然因车新庄员工服务过程嘛，曾经因为人客无谅解有客诉，不过后来拢是转做体谅加支持，因相信对社会嘛是一种学习。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由台南市爱港市长合唱团所发起的校园巡回音乐会，10月16号开始，特别伫台南市20间偏乡公司来演出。会中市长团员将以各种的演唱方式来展现，另外也经儿童较适的、较有启发性的歌曲来鼓励学生勇敢表现家己。台南市爱乐市长合唱团抱着处之社会、用伫社会精神，希望用音乐来服务社会的心，导入文化公益活动，平衡城乡的文化差距。今年特别发起看见生命曙光的校园巡回音乐会。为学童带来丰盛的音乐响应。看见生命哦，那的就是透过歌声，但有很多人对这方面觉得说，在某个领域里面有一点失望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让你们用你的歌声，能够去让他们知道说，上帝还是见待我们的，还是看得到我们的，老天还是疼惜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从基础的教育里面，我们希望能够从好好的对基础教育对学生的一个基础的，就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啦。所以我们看真的非常高兴，我们的乐团呢能够把这个就是这个歌声散播在每个角落里面。大台南合并之后我们就找偏远的小学去做这个生命扎根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偏远的小学小朋友很少有机会能够到文化中心去欣赏精致的文化活动，所以我们想，倒不如我们把这个活动呢搬到他们的家门口让这个小朋友呢有机会可以看到身体残缺的人呢，他们照样可以用歌声来服务这个社会，能够回馈这个社会，同时呢，也让我们视障的朋友呢寻找到他们的这个舞台。台南市爱乐市长合唱团对创团到现在将近30档，前15档拢是巡回各单乐，演唱高达150场。伫民国89年，更加侵入南投的灾区，慰问受创的学童。即届将巡回台南市的后壁、咸水甲东山顶区20间国小，总共20场。议员林美燕除了感谢市长合唱团的正向力量，同时嘛鼓励学童爱看重自己，走出自信的人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
以艺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百货周年庆陆续登场，每一间业者拢制出好康要来吸引消费者。其中，将伫22号登场的百货强调，因推出空前上强的回馈，全馆拢是单笔3000送300，要互消费者买愈济，回馈愈济。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周年庆即将伫咧10月22号登场，推出超强的礼券优惠。除了有的赠品单笔满2000送200，更首度推出专馆单笔满3000送300的大好康。另外，佮甲知名网咖宝可梦合作，推出限量卡友里的专属回馈。11月22到11月15号来推出超强的赠奖活动。首先是全馆单笔的满3300，那另外是化妆品的单笔2200，另外还有名品大家电法雅克 iStore 的满1000送500。那在首期日的话，特别是贵宾卡跟APP 会员有独家加码是满1000送1000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 APP 使用 APP 过卡的话，我们这些赠奖都会自动回馈，就是免排队，让大家可以安心获得这些赠奖。那除此之外，这一次我们的主题会主打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国人无法出国，所以我们打造了一系列可以出国的，像高人气代购的商品，以及航空限定版，以及日本展的线上线下的商品展来做呈现，主要是让没有办法出国的顾客呢，可以享受这种不用出国也可以买遍全世界的一个购物体验。因应疫情，百货业者更推出 App 线顶购买服务，民众只要手机下载星光三月 App， 申请成为会员了后，就当用网络购买百货商品，唔免到百货人客人，同款嘛是会当买到想要买的物件，非常的方便。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古早甲骨文甲油画所结合起来的艺术创作，会是甚物款的模样？现在南区国税局高楼的艺文展览区所展出的单回炉油画特点，特别互大家开眼界，欢迎介意艺术的民众拥有前往欣赏。这一把把看起来参像是油画，又敢若是甲骨文的作品，是油画老师陈慧茹所创作。有别一般用画笔所画，陈老师是以画刀用刻写手法，将甲骨文的意象用于画作当中，互观赏者伫欣赏画作时阵，更有想象的空间。这个甲骨文系列全部都是以油画的方式，然后以画刀，因为我习惯用画刀来做创作，所以我就用画刀的方式去刻出它的一些笔触。还有它的纹路，因为甲骨文很有那个图腾的感觉，那图腾本身就很神秘，然后会带给你很多的无限遐想、无限的想法。那虽然它是文字，也很多人不敢去碰它，可是我觉得它在呼唤我，然后别人不敢碰，可是我觉得其实在创作这一整个系列之后，发现其实它真的是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有趣。南区国税局为了让各个艺术家的创作有机会被看到，同时也让民众有一个欣赏艺文创作的好去处，特别选择了南区国税局高楼打造艺文展览区，提供艺术创作者下旬布展。非常欢迎各界艺文朋友们可以充分利用我们这个展区来这个展览这个艺术的作品那我们每1年4季有分第1季、第2季、第3季、第4季。那有兴趣的这个画家或艺术家们可以来跟我们的服务课来做联系。那也欢迎这个各界的这个朋友们或者是艺术的爱好者能够来我们这个板区国税局9楼的这个艺文展区来欣赏这些艺术家们的作品那国税局除了这个很生硬的这个税务的问题之外，也提供的比较柔性的一面让这个民众能够在洽公之余也能够来欣赏一些这个
艺术作品哈，来培养一些艺术文化的气息，来增加国税局的一个为民服务的一个广度。当代甲骨千年拼图陈慧茹又画国展，展期自10月13到12月28，伫南区国税局9楼艺文展览区展出当中，欢迎喜爱油画创作的民众踊跃前往观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搁遐因为无明显的镜头嘛，被称作点点的杀手，因为一旦有并发症，拢会相当严重，后续需要付出真侪照顾甲复健的成本。所以，贵州县病院特别召开记者会，提醒大家重视高血压的危机。根据贵州县病院医生吴俊业表示，高血压无明显的镜头，毋过一旦发生并发症，就是严重的中风、主动脉剥离等等。毋过医生以国内为例，知影家己有高血压的人只有6成，控制率嘛无到5成，认识的程度明显不足，成为一大危机。国人对自己血压的认知，在过去10几年前曾经有做过研究，对自己血压有认知的不到一半，甚至有些在比较偏乡的部分不到3成。那所以，即便这些人有高血压，那他们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而且甚至有些知道以后接受治疗的几率也很低，这样子。在已经知道高血压的病人里面，在过去的研究，国人已经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且接受良好控制、有达到控制目标的族群里面，大概只有30%。那全世界平均大概是有50%左右，所以国人的高血压控制程度还不到一般世界的标准这样子。所以我们台湾的民众对于血压的认知跟危险的认知，确实是需要再加强的。医生进一步表示，其实高血压透过定期的量测、生活调整、避免食薰、控制体重等等，必要时加上药物，其实拢当有效控制。只是提醒，一旦用药，千万通家己停药。因为我们血压药都是有它一定的效用在，那你还没有达到就是可以停药的标准的话，你去停药，它血压会马上高起来。那短期间的血压变动会对于就是我们血管的伤害啊、器官的伤害会更明显这样子，所以不建议随便就是把血压药停掉。那即便你有达到停药的标准，也建议在医师的监控之下，去逐渐去把药物停药这样子。相信大家拢知影高血压伫台湾65岁以上的人都有将近6成的高比例，但真侪人拢无量血压的习惯。透过记者会，医生嘛希望唤醒大家对着潜在危机的重视。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10月14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